第21课，有福气的人。有一天，耶稣看见规阵的人就爬上山。耶稣已经坐咧，伊的学生就近伊。耶稣开嘴用真奇妙的话甲示因，伊讲：心内善良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因的；忧闷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受安慰；温柔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承接土地；枵嘴打心无记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得到饱；怜悯人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得到怜悯；谦虚心乖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看见上帝；可人和平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称作上帝的囝。为着义不受困住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因的。马太写耶稣这的话，咱来看耶稣的意思。忧闷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受安慰。耶稣讲忧闷的人，伊的意思是甚物？遐个人为甚物忧闷？可能因忧闷，因为因所疼的一个人死去。咱拢捌为着老爸，还是老母，还是兄弟姊妹，还是朋友的死就忧闷。咱真侪人知影耶稣的意思，伊讲咱会得到安慰。咱祈祷的时，咱有得到真奇妙的安慰。咱感觉是亲像耶稣甲咱讲，恁通受安慰。恁所疼的人是甲我伫咧，咱若捌忧闷，咱知影耶稣所讲的是实在的话，咱有得到奇妙的安慰。耶稣就讲，温柔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承接土地。伊的意思是甚物？甚物款的人叫做温柔的人？因无家己掠做尊贵。因无爱出风头，温柔的人无爱麻烦人，也无爱甲人冤家。温柔的人欢喜接受别人的教示。耶稣讲这款的人要承接土地，这是甚物意思？上帝爱这款温柔搁安静的人，这款的人要承接天国。耶稣讲。枵嘴打心无记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得到饱。伊的意思是甚物？心无记的人要得到饱，就是满足，因为上帝爱人做义人。上帝欢喜人亲像枵嘴打暗暝内心无意的话，上帝就互这款的人内心奇妙的满足。最后袂互人满足。咱若欢喜上帝的话，咱的心要得到满足。怜悯人的人会赦免害伊的人，怜悯人的人会通对伊的朋友得到怜悯，也对上帝得到怜悯。怜悯也有一个意思，就是帮助别人。咱若安尼做，耶稣讲，咱就要对上帝得到怜悯。耶稣讲。谦虚心乖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看见上帝。伊的意思是甚物？谦虚心乖的意思是心内好。谦虚心乖的人无有歹的思想。谦虚心乖也是讲人对话的时，唔通对话做歹。耶稣讲，为着义不受困住的人有福气。因为天国是因的，伊的意思是甚物？受困住的意思是受压迫。有时咱因为行上帝的路，会互别人贷款贷。耶稣讲，咱若因为安尼受压迫，咱得承接天国。咱若互人贷款贷困住的时，咱就会记伫这节圣经，才会得到真大的安慰。总是咱着注意一项，是毋是咱受压迫，是因为咱行好。
咱若因为惊歹来受压迫，咱是无福气，咱着悔改，